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桃园新屋，要看看作为鱼米之乡的客家人如何利用海洋资源在近海捕捞鱼类。在地人说，阿贵老师最了解这里的生态故事，让我来问问他。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通常来台湾的客家人来定居都是务农跟靠山为主，为什么叶氏家族会来这里从事渔业？一般观念人家认为客家族都居在山上嘛，为居多嘛。但是我们这个家族，据我的考究，是很特殊的海客，靠海为生的客家人。那祖先为什么会挑这边？我想最主要这边原本是一个很贫瘠一个沙丘地形，那只能种一些地瓜一些旱作的杂粮。那要家族如果要这边定居繁衍是有困难度的。老祖先应该是看上这边的海洋资源，这边海洋资源在当初是非常丰富的，海洋资源再补充一些杂粮，那就可以很安心的繁衍我们的下一代。那这里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捕鱼方式？第一个就是用那个石斧来讲用沙文这个。那我们在我们永兴里面就很多的天然石斧，这些石斧在别个区域都是用人工去堆叠，但是我们这边得天独厚，那么我们刚好有藻礁，利用藻礁的天然的潮池里面来做捕鱼，用那个竹编把它围堵起来，让鱼困在潮池里面，以这种方式来捕鱼。除了用天然石沪捕鱼之外，滨海一带的客家人也会用拖曳网捕鱼，并且吹海螺来呼唤人力。老师他其实早期如果用这个螺笙，然后吹，然后大家就是合力来拉这个渔网，是，其实就是也是算是拉近了彼此协助互助的那种情感。对，这些乡下人就是以这个活动砍钩活动彼此里面生活就紧密了。传统认为逢山便是客，但是新屋滨海的客家庄却懂得利用地理环境，透过潮汐捕获鱼类以求温饱，由此也能看见客家人适应环境的能力。